咱第一场的礼拜开始，早到。大宽宁遮的囝，恁着将阳光快乐归予耶和华，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，用圣洁的装塔敬拜耶和华。阿免。会众请起立，圣诗31首，天父疼咱，世间正人。Yeah.
济。咱用使徒圣经甲别人的信仰。对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来岛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天，打在全能爸上帝大病。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，我信圣时，我信是共同的教会，信仰的神徒，随赦免，肉体各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今仔启应文理48篇13啊。我来看恁的印。咱所听到的，啥人会相信？上主的记力，捌对啥人显示？上主互因的仆人，亲像新的影仔扑出来，亲像滚对大地发出来。伊无好形状，无好看头通吸引咱。嘛无好看的外貌，互咱通羡慕。伊互人看轻，受人气散，受真侪苦难，经历逐款病痛。人暗面毋看伊，咱藐视伊，无甲尊重。伊确实有承担咱的忧闷，替咱忍受苦难。总是咱受讲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受苦楚，伊为着咱的过失，互清察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切喙。伊承担刑罚，咱得到平安。伊受拍伤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仔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。这声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，伊受压迫，受苦楚，总是伊忍受无出声。伊亲像羊羔，互人牵起台，亲像羊母，互人剪毛。这声伊拢无出声。伊受无公道的审判，互人掠去。减有人关心伊的造物。伊为着咱的子民的罪过受批判，伊受处死，对人间消失。虽然伊无用暴力，无讲诡诈的话，人将伊甲歹人埋做堆，互伊甲好业人共忘地。总是上主的旨意，互伊受批判、受苦楚，互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。伊的长岁寿看着行行顺顺，互上主的旨意通过伊来实现。经过受苦，伊会看见光。对伊的体验，伊会心满意足。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，伊要担当因的罪过，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。伊互伊甲强勉的人分这礼品，因为伊放下性命甲死，入罪人的名单，总是伊承担真侪人的罪。替罪犯求赦免。感谢咱的天父，刷来咱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用感谢、学乐、敬畏的心来亲近你。多谢你无限的疼痛，借着你圣子耶稣基督多加肉体，做阮的拯救，阮的性命，永远的仰望。互在你黑暗中、甲死荫中的人，因为你的光来光照阮。
甲阮引带甲出黑暗日光明，成做你的囝儿，互阮有宽病，呼叫你做阮的阿爸爸。主耶稣，多谢你为着阮受逼迫，互阮得到医治，受刑罚，互阮得到平安。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树枝，树枝若无连结伫葡萄树，阮的性命就要渐渐枯干，就袂使做啥物。求主耶稣毋通气煞阮，毋通因为阮一时的愚妄，做毋对的事，互你的灵来离开放杀阮。当阮互信心来光照引带火解伫你的面前，你就要用宝血来洗清阮的过失，也恳求信心来引带启示，加添阮有聪明智慧甲信心，来跟对主的脚步，学习主所行。愿主耶稣借着你灵耀明长老所分享的信息，祝福新德、圣经含义所有一切，甲阮兄弟姊妹所听到的信息，拢要得到保障。祈祷若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本会消息，本主日为着总会所定的新德圣经学院主日，该院派林耀明长老前来请安甲讲道，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。本会定于10月初6第2场的礼拜举行幸福小组副长的彩排，敬请区长伫后主日9月29号进前，甲名单统整出来，交予办公室。迄礼拜第2、第3、第4个礼拜要联合聚会，副堂转播儿童牧区要改伫地下室的小会堂。第3，本会2024年下半年度的装备课程，伫9月27号举办，欢迎兄弟伫9月18号前用 QR code 来报名参加。第4项，咱一定报告几若礼拜啊吼，咱的车头吼，莫甲伊锁吼，这莫甲伊锁死吼，咱奥多摆停遐，互因迄个负责会使即个会使来超车吼，请兄弟来配合。第5项，本会定于10月13号举办伫2024号重阳主日敬老活动，65岁以上的寿星第2礼拜后参加寿宴，地点是龙湖餐厅，敬请伫10月初6前的柜台来登记报名，以便统计人数。70岁以上的寿星，本会要送红包来祝贺70岁是600，80岁1000，90岁2000，100岁3000。70岁以上的名单，咱看第8页甲第9页。后落9的，咱请去办公室来甲陈佩芬干事来补正吼。具体消息详述第1项，本会曾新增弟兄门主恩召安息主怀吼，已经伫9月19、15号举行告别式完毕。第2小项，本会赖文生执事伊的妈妈赖陈美华姐妹，伫9月19号门主恩召安息主怀，请定于9月28号下昼的3点，要伫中华园林长老教会举行告别式。以上愿主安慰遗族，敬请兄弟为着遗族来代祷。第2，喜讯，恭喜本会赖成玉甲彭宗平夫妇生后生吼，咱来恭喜伊，愿主赐福因。第3项，教师组的欢迎有议员来服侍主日，即个礼拜要来接送长辈吼的兄弟，咱会使甲郭丰凯执事来接洽。还是去办公室来登记。第4项，合作社第一小项，校园消费性的低利率
贷款15万，年利率是3.6%。第二小项，社员在职的军公教贷款30万，利息是3.6%，伫11月底前来查止。第三小项，助学贷款，这是无利息的吼，即日起甲协会每学期的助学贷款额度报名满了就停止受理。欢迎离本国政府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学校有意愿要贷款的，请办公室合作社来洽询办理。告解消息，咱请欧牧师。这大平安。咱团队部要伫9月28，就是搁外拜六上午8点半到12点半举行咱中级信徒的训练会。讲师伫进前伫台中中孝路教会主任牧师王武昌牧师来分享。我相信这是对咱真好布道的一个帮赞吼。地点就是咱教会吼，那费用100块，含中道堂含中道堂，咱教会你要参加专业补助，请咱中级甲小组长伫本主日前咱办公室来报名。再来就是咱中华商业部伫10月26上午9点伫林皇宫举办中央感恩礼拜。咱伊个费用咱家己看吼。要报名伫9月29进前靠邻里长老来报名。第三就是这造就的活动就是咱以斯拉侍奉中心伫10月21到23，就是伫台东布农部落举行台东复兴祈祷会。咱会讲完，咱的主任牧师其中一日那费用是2000块，就是包含2暝带暝两顿以及交通的助理请咱伫10月初6进前办公室报名。以上。咱今仔要读的经文有两所在咱来读掀开以赛亚53章第4节、第5节、第6节。恁来看，我来读。伊实在承担咱的忧闷，背咱的苦痛，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，互上帝拍，搁受苦楚。第5节，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恶受害，伊当担受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到医好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人行家己的偏路，耶和华互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。第2处，马太福音第9节、第9章第12节。耶稣听见就讲：勇敢的人无欠医生，独破病的人就对。下落，咱请妇女圣歌队。
谢福禄圣光对。今仔讲道是林耀明长老，伊要所讲的是得到医治。各位兄弟大平安，今日是咱四境行医纪念主日，真感谢主，咱总会行医派平安基金会副执行长林长老，伊咱中间要分享上帝信息。林长老是甲我拢是渔民中心委员的同工，所以阮久长嘛真熟悉。四境行医过去有学生的时，拢培育真侪牧者、传教者、牧师娘、干事。即马无学生，即马就转型对牧师的训练、中级训练、信徒的训练，真做一个灵修中心。过去有学生的时阵，咱何爱金牧师嘛是圣行院音乐的学生吼，嘛受到这栽培。虽然咱已经无学生咧转型，总是这学院。因为我所讲过，这样转型做培育的中心，嘛需要真侪这经费来支持这学院的运转。那咱拍拍来欢迎咱的林长老。敬听有从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这道真欢喜受派搁一遍来到咱中间啦吼，真欢喜会当来有从这是一个有上帝恩典的所在，这是第4遍来，真欢喜来遮感染，甲咱共同体会甲上帝斗阵的迄款的快乐甲快乐，来看一寡熟悉的老朋友吼，今仔我主日学同学有来吼，伫遮所以。真欢喜会当搁一遍，因为圣经学院的关系，咱来遮来敬拜上帝，求主甲咱指导，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特别感谢你，随风落雨天，还阁阮的心火热，主你甲阮指导，阮就要对主来定心，得到快乐。阮只是迄个滋味细无够野的一个，只有主你会当扶持保守，互阮人生所领受的日子，伫主的疼痛的内底来得到丰富。来得到平安甲喜乐，阮将阮的敬拜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赐福，祈祷奉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要用得到医治来做题目，拄啊好我的过敏哥透擦特别严重，所以若有伫迄落的时，咱毋通惊吼，这袂共传染。咱自信主了后，咱真时常拢会听着讲爱悔改真多。是要悔改什么、认什么罪？咱是毋是有哪有捌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当阿当甲上帝讲：“你所互我做伴迄个妇人人，伊用迄丛树仔的果子互我，我就食伊的时。”对迄阵开始，罪就伫人的心中定着一个现实的样相，就是讲咱的心中。拢有罪所制造的迄款的软正甲软弱，人的犯罪一点仔都无困难。咱要做毋对的代志，其实就是伫迄个无定对，伫迄个无注意的中间就会有失觉惨。你讲你是外正直公义的人吗？你拢袂犯错吗？犯错对咱来讲，敢若。嘉义人讲食鸡肉饭烧香，因为阮太太是嘉义人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我想要做的好，我无法度去做；我想要避免的歹，我确实无法度通完全避免去做这个代志。亲像10条戒内底，做甲咱的约束就是遐尔啊简单。别项莫讲，敢若第9戒。毋通做假的干净，第10戒毋通贪心，这个对咱来讲就是足大的挑战啦。咱伫迄个无饥饿的中间，伫咱迄个情绪真正无拄好的时，伫看起咱无欢喜的人伫遐成功的时，咱的心就会改变，咱的心就会受挑战，咱就倒会犯错。
犯错毋是咱个人的专利呢，自古的人都熬犯错啊。圣经内底有一个足熬犯错的人，叫什么名？叫大笔。英国有一个影星啊，对咱台湾不是很好。伊讲吼，所有男人会犯的错，他都犯过了。那这个大笔吼，所有人可以犯的错，他也差不多犯的差不多了。但是伫伊的民族内底，伊却是因的民族英雄，是上帝看最好的人。伊差别伫倒位？因为伊有悔改认罪。所以咱唔通惊犯错，因为咱本来就是软正，咱本来就是软弱。但是当咱犯错了后，咱还会记啊，伫上帝的面前来悔改，求主来赦免。大家拢真介意的人，伫迄个王国上巅峰、上悬的迄个人，迄个皇帝叫什么名？叫所罗门。因为上帝赏赐伊智慧。但是我这个人对所罗门有真大的偏见，因为王国的分裂是对伊开始呢。当伊造就一个足大的国家的时，当伊造就一个甲圣殿拢起好。去圣殿毋是伊的熬呢，是上帝的赏赐，上帝定着伊来做，所有的准备拢是因老爸甲准备的。当伊到伫有权有势、国家真强的时阵，伊失去家己，所以伊后半人生是真无见证。伊有几千个某呢，我毋知身躯哪会遮勇吼，伊甲世界。所有的这公主带来做某，毋但安尼，佮随人家伊起一间伊故乡这偶像的庙。地球整个的国家伫迄个时阵就开始衰败。咱莫看所罗门，伫咱的中间做咱的先辈，咱信仰的前辈，伫遐有真好的脚业，还佫到老的时阵，煞有当时啊，嘛会失脚惨。咱较毋是去指责别人，咱来看家己，咱毋通真做迄个晚节不保的人，因为咱本来就是无简单。南国犹大345党，20个皇帝，20个国王，内底只有8个圣经伫历代记录，咱有咧读即个新眼光，咱即马拄啊历代记录，20个皇帝，打8个是上帝。目内看做正，做伊看做正的代志，其中2个佫是半通师呢，嘛是晚节不保呢。所以正讲的好王较6个尔，20个较6个尔。伫咱犯错的过程的内底，咱毋免惊吓，但是伫人内底真亲像亚当，最后所并无迄阵摇花并无甲责备，嘛无甲大声花，伊只是问讲。你伫倒位啊？亚当因为犯错，把自己搞丢了，甲家己伤害，家己美起来。但是耶稣讲你伫倒位，所以伊就讲迄个真有名的话：你互我做伴的负责人，伊用迄丛树的水果互我食，我较食的呢，毋是我爱食呢，是迄个主人，毋是负责人呢。负责人是你创造的呢，无承认个怪讲是别人吼，所以咱若犯错吼，咱想看卖啊，咱是毋是嘛有即个问题？不是我，第一咱先找借口都安怎我无法度，毋是我刁工啊，找借口。第二，毋是迄就是啥物人，迄啥物人害我安尼啦？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。最近电视咱也有在看最近佫有一个方法叫我不知道。即我不知道嘛，真有名哈。反正做啥物代志都我不知道所以，伫遮人因为犯错，伊会去包装、伪装，甚至武装家己。所以，咱无法度直接去面对咱背逆上帝的即个罪，无法度直接去面对上帝来处理罪的问题。所以，即个就变做一直拖沙，变做无法度解决，无法度改变。所以，不管咱安怎利用。即个文化艺术、商业、政治，甚至宗教，各方面的成就，是有要来弥补即个罪，其实即个是拢做袂到。伫遮要讲，人的人生变做一个破碎的人生，
因为人受造，上帝是用伊的形象来做人，所以咱本来是有上帝美好的形象，因为咱犯错了后，咱即个形象就破碎，互咱的人生嘛真做破碎，互咱甲上帝的关系你搁断去，所以断绝的即个关系，咱就离上帝愈来愈远。所以因为咱的犯错，因为咱的无悔改，因为咱无去承认咱所做的毋对，就咱甲上帝的距离会愈来愈远。所以咱读圣经所读的，是毋是会当帮助咱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真侪困难？伫咱吟诗灵修的过程的内底，就是要求主甲咱治地。所以当咱若发现咱家己是一个破碎的人的时阵，就咱要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主来赦免甲医治。所以伫第二段的圣经有讲到，勇健的人无欠命医生，独破病的人就对。伫马太福音第9章12节的所在，伫遮马太福音伊咧讲的，即个就是耶稣调马太来做学生迄段的故事。马太是做啥物的？卖鱼的吗？伊是抽象的。遮个人可，咱即摆要讲抽象，敢听有哈？抽象就是做抽象收税。伫罗马时代，作者者因的迄个属国内底，伊就是将，譬如讲我男子区我就冒互你，你来甲我冒，我冒互你，遮个税互你去扣。但是你一当就是互我一个固定的数额，所以遮个抽象的人，伊有即个权利的时阵，伊敢会乖乖啊讲，皇帝叫我收10箍，我就收10箍，啊无伊要食啥？10箍收12箍好毋好？2% 的行政费用佮利润安尼好无？伊可能10箍，可能收30，所以伊就是用安尼扣重税。所以伫犹太社会内底，对抽象的、对税这收税的人是真无欢喜。伊讲除了杀人以外，就是上歹的，就是即个啦。但是耶稣去到抽象的马太因兜，佮甲遐真侪这个教会人看做罪人的人做伙伫遐，因遐人就批评啊，是啊，恁的老师拢甲抽象的、甲罪人做伙。伫遮咱可能爱小可了解，伊遮所讲的罪人，毋是迄杀人放火迄款的罪人，是迄个伫圣经内底无符合伫犹太律法的人，因看做是罪人。所以遐个人毋是真正的罪人，是无符合上因的法律的即个部分。所以伫遮讲到一个真有名的话，就是勇健的人无欠命医生，独破病的人就对。只有破病的人欠命医生，但是啥物人是破病的人？敢打遮的人是破病的吗？伫遮圣经甲咱讲的，毋是干那抽象的，甲遐个罪人是无下公义的，伫因的律法内底是无下公义的。但是遮个批评人的人，因家己敢真正就无病吗？因安尼敢真正就是行伫上帝的公义吗？有当时啊，咱一个基督徒做遮久，咱拢尽量按喙讲圣经，咱伫传扬福音的时，咱讲上帝好的时，有当时啊，咱袂记得讲，原来咱会讲哦，我咧讲的就敢若是我真好。其实你爱伫咱讲传福音的过程的内底嘛，爱去检讨家己，嘛爱反省家己，就是咱爱有反省家己的能力，咱才会毋通伫讲的时阵，家己嘛会犯即款的错误。即个就是咱爱时常来提醒咱家己的，所以。福音甲得救是一个一生久长的努力，咱毋通中途来放弃。有一句话叫做“百米半九十”，咱捌听过即句啊？走100公尺的人上困难的输赢伫倒位？路尾迄10公尺啊！你起头走紧有效无？敢知有效？但是你若尾啊，无维持迄个紧，你嘛无法度得到奖啊！所以100米半9时，互咱来提醒咱家己伫咱信仰的过程的内底，咱是毋是有缘会当耐心、坚心来持守？我要甲你讲 ，It's everything but easy， 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
无简单的代志。所以咱爱用心来行伫遮，但是咱爱倒转来伫主耶稣的面前，因为咱是一个承受恩典的罪人，互上帝来医治咱，互咱伫受医治的过程的即款的经验，就要成做咱好的见证来荣耀主的名。当你无即款经验的时，你要甲人讲，人讲你也毋知你是安怎要甲我讲，啊无你有得救无？你有受医治无？真侪人会当帮助别人，是因为伊有迄款的艰苦。所以讲，人的一生是安怎苦难、困苦、流目屎，要成做你另外一种的祝福。因为你有亲人死世的经验，就帮别人有死世的时，你会当用迄款的感情、去同理、去共心来甲伊帮助伊。我家己的咧。我上帝恩典，我28岁就结婚啊。阮太太真贤，家己的人，家己离山顶真近。我拢讲伊可能脾气较无好。伊有因兜7个囡仔，伊想要生4个到5个。伊感觉讲囡仔真多足好。结果阮结婚了后，拢无法度怀孕，伊就足甘愿啊，伊足爱囡仔啊。你敢若看伊去看到别人的囡仔，迄款目情，你就感觉真，伊家己无。我看到人的囡仔安尼吼，我用谄媚，我对囡仔谄媚迄款真爱。结果，阮13年40岁迄当，上帝较赏赐一个祖囝，阮做8当的试管，所以经历迄个非常大的痛苦，我无啦，伊较艰苦，伊真艰苦，为着即个囡仔，伊付出侪侪。伊的骄傲伫遮去，互上帝甲调整，真正伫遐。但是伊即款13年的经验，要成做结婚无法度怀孕的人的帮助。伫因咧做试管的过程内底，所有的痛苦伊拢知。伊即8年内底有3遍送急诊，3遍拢险啊离开我，我逐个去换某，嘿。迄个过度刺激腹水，腹肚大啊呢，就爱紧去抽水。啊，即个囡仔胎动，对安胎，3遍拢足危险。伊家己经历遮个经历，所以伊的经历要成做别人的帮助。伫咱甲上帝之间，迄款认罪悔改的经验，也要成做咱帮助侪人来直接上帝的迄款的帮助。迄个是上真实、上大的体会。所以，伫到落尾，咱要看见伫以赛亚53章，咱今仔所看的第5节，伊为咱的过错受害，为咱的罪孽即个爱看台语。伊为咱的过失受伤，为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就得到医好。伫旧约的时，就有言有一个人会来伫遮，为着咱死，为着咱来担当刑罚，互咱来得到平安，为着咱的罪来受害。当咱每一时谦卑伫上帝的面前，仰头来看去，迄个下头流血耶稣的时，咱就要对遐来得到救赎。所以，咱今仔要讲的圣经学院，伊虽然伫久长的教育的过程的内底，伊不得不去停止招生，但是伫10几年来，伊的转换的过程的内底，经过真大的辛苦。今仔是安怎学院会邀请我来分享这段，是因为我嘛捌伫遐有2当伫遐甲因同工的时间，我做总务长伫遐来管理整个的学院，过程是辛苦。这2万几平的所在。足多的大厝、古早的厝，要去管理、要去维护，迄个是真无简单。要顾伫咱改变圣经学院来维持，用圣经做基础来转换，变做是灵修甲牧者信徒培育的一个教育机构。这个要成做一新的方向。当然疫情期间有受真大的窒碍，但是疫情了后，渐渐。有足多的课程已经
来开伫遮来帮站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200几间的教会，咱有2000几个在职的牧师，阁有1000外个退休的牧师。咱在职的牧师，咱的孝顺率足悬。你敢知啥叫孝顺率？就是讲提早去上帝遐，做了伤好就敬去，做了无好的嘛拍掉安尼嘛。因为我伫平安基金会甲团福会是做伙，咱一冬爱纳800-900万的保险金，为着咱遮的牧师的团保。咱后尾要哪知影团保，咱爱纳800-900万，那会遮好，逐个咪烧抢来，无人要甲咱保。咱讲差不多10月就用了啊，毋是受伤啊，就是过往啊。牧师的压力真大，牧师需要休困。咱若认真伫上帝讲内底，咱嘛需要休困。休困，咱毋是退休，是退休会。退休就是 retreat 是休困退后。伫咱拍拼的过程的内底，互咱有一段时间休困落来，伫遐来离开咱现实的大的压力，来独独面对上帝。来退休会，所以教会有办退休会，毋是退休会吼。退休会是退休会，毋是叫咱退休啦吼，是要退休来灵修，来使用咱家己来定心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快乐。所以学院特别真做一个足好的环境，足好的环境。咱来看迄个影片吼，2个要放台语的那一个，即道学院有甲咱拍一个影片，咱就会当看去。真水的所在2万几片，我迄阵捌甲咱分享过，若伫春天甲夏天，咱有一个动工，就是爱对门口开始挂草挂到后壁的时，搁头前搁大丛啊。所以伊逐工就是负责挂草，挂3-4个月安尼吼。这就是咱的圣经学院伫新竹的所在。感谢上帝的保守，咱圣经学院用圣经真理做基础，为牧者甲教会同工。提供教育的装备，咱的课程帮助兄弟经历医治甲成长。针对牧者同工提供灵修甲进修，传教者平常无用服侍，所以更加需要静修。咱学院的课程设计真多款，有圣经释义。讲道、牧养关顾、宣教、牧者的自我认识，甲灵命的成长，通过讲师甲学习者的互动，帮助每一位同工重新得到火热的心志，衷心回应主上帝所交托的使命。针对信徒甲上帝的关系。学院有设计无相款的基督教灵性课程甲工作坊，深化丰富灵命的旅程。比如举办生态灵修体验营，邀请英国的布勒斯教授，引带咱探讨后疫情时代如何关心上帝创造的世界。也举办第1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，主题是。福道福音现场，伫当代基督教艺术工作坊，邀请基督徒艺术家分享，伫日常生活中用艺术表现对信仰的敬虔。咱有规划4个艺术类型的展览空间，引带参加的人福道福音的现场，甲家己对话完成一筆心灵艺术的信仰展现。牧者高峰会议，邀请全国的牧长来到新竹市的高峰路，将牧养成做一段温度训练的旅程。当体会到陪伴的对象哪多，所需要的策略也哪多。伫这个不断变动的世代，伫第一线牧养甲信仰的教育者，会搁较努力敲找甲使用各种方法甲工具，期待搁较有系统、有深度来服侍。
针对教会需要，设计深度灵性课程甲工作坊，也负责课程的内容、带领甲专题演讲。欢迎有需要的协助的教会也是机构，将恁的期待对阮讲，重新规划培育课程甲活动，通过具体服务迈向愿你的旨意直正，伫咱的教会亲像伫天里。未来媒体空间继续更新，互空间搁较活泼，一步一步改造原有的建物，符合现代化，搁较有信仰意涵的空间，互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的水，真实伫媒体的设备。疫情了后，有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到圣经学院使用各种的空间举办活动。伫遮大甲食，学院的餐厅提供四季各种的菜色美味，互上帝的囝儿同齐倒，共同饮食，做伙享受上帝的恩典。邀请你透早伫校园散步，亲自感受日头的光、土地的青翠。开的花，体验造物主的美好创造。圣经学院的时间是上帝美丽的时间，伫遮会使甲上帝相拄，邀请你甲我用奉献来参与圣经学院的时间，继续为着圣经学院关心大道奉献，感谢。牧师是咱南部人，伊去已经第10年啊吧。这10年来，学院有真大的改变，伊的理念、伊的拍拼，伫人事、伫费用顶悬，伊负担真重。但是咱会当看见校园已经在做改变，遐是一个足水的所在，真正透早透暗，伫遐看月，伫遐看星，伫遐看这小动物伫遐跑来跑去吼，即摆落雨吼，落雨煞，你著看迄暗光鸟伫遐咧捡豆棍啊，吼，真正是足迄个迄叫啥白鼻心啊，白鼻心上歹的是啥？上歹的是猫啊，猫爱食，鸟爱食白鼻心，所以伫遐是真水的所在，当然管理者是无容易。会当伫遐，咱有牧者的进修，有咱的培育。其实上好就是咱会当用圣歌队、妇女团契，还是少年团契，会当去遐来甲伊，咱会当家己安排咱的这个，嘛会当甲学校这边讲，我要什么款的题目，你来甲我安排老师。3天2夜、5天4夜，拢是真好的一个选择。伫遐，你会感觉真接近上帝，佫袂去有钓伊。吼，伫遐真正大自然吼，伫遐真正是一个森林的感觉，真正甲上帝有真大的接近。所以学校一直在进步，一直在培育，一直在进行。我家己就会当看去伊的一个改变。所以伊会当为着咱特别来设计咱的团契、咱的教会所需要的内容，的内容甲课程来替咱聘这个老师。所以72年来，所有拢无改变。长老教会真水，就是咱有上帝恩典来设立这个圣经学院，真正坚持用圣经的道理来培育咱每一个年代的信徒。求主继续赐福甲带领，也愿上帝帮助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伫咱追求信仰甲努力服侍的过程的内底，有能会当得到上帝的赐福，来得到勇敢，得到平安，得到喜乐。感谢主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主，你是满有恩典，伫阮的中间。主，你也有赏赐多的机构甲财产互阮，要求阮要好好来管理甲利用。就阮通伫所赏赐的过程的内底，互阮伫所领受的丰富的内底，阮就要会当用这个来接近上帝主你。圣经学院是伫你的名所设立，伫遐虽然有经过波折甲困难，也阁主阮看见，伫阮的努力，伊
伫人的努力，伫当工的拍拼，伫遐有上帝的恩典甲香味出来，会当有新的出发，阁有做出特色的一个服务。主愿求主的保守，伫圣经学院，伫未来的日子的内底，伫服侍主甲起造教育。咱的同工的过程，拢会当领受主你的恩典。我若要搁一遍，将油墙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，看去即个领受恩典的教会，要久长伫即个所在做光做盐，来荣耀主你的名。将所有兄弟姊妹交托伫你的手中，会当得到主你所想赐的平安甲喜乐。我的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感谢主，回应是552首。现在请起立。咱游完三角徛的，咱为了几项事来祈祷。第一，咱为了咱国家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帮助，互咱的国家无论立法院、朝野之间会当和谐协商的，咱的国家的法案进步。咱也为着咱过来咱教会10月初6要有副长、副长的车派。咱为着咱开始下半年的幸福小组的10礼拜来祈祷，恳求上帝施恩来带领。咱也常时听咱林长老甲咱分享圣经学院怎么转型做一个培育，互牧者休困进修，互信徒得到造就的一个所在。
咱也为着学院来祈祷，特别咱知影学院的院长爱承担起所有是学院的运作、甲风险、甲经济的需要。这个院长王院长林长都讲过，伊是南部人，伊嘛是咱何牧师伫台湾新学院台语教学的老师吼。咱真正为着这学院的同工学院的运转来祈祷，恳求上帝带领，咱行起咱的双手，圣洁的手，咱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学院，同心来祈祷，咱大声喊，三声主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！你主任前来祈祷，主啊，你是阮祝福阮的台湾，互阮台湾这个国家是成做蒙上帝你祝福的国家，互台湾这个国家无受到国际这个歧视，互台湾主你的看重下面，蒙受你祝福，主你是阮祝福阮台湾，成做蒙福。主特别调野中间立法院这之间的政党，恳求你帮助，互政党之间会当互相尊重、互相协调，互台湾真侪好法案通过立法院的这正议员的这审查，互台湾的法律会当愈矫正愈好，台湾愈蒙福愈进步。祝你是阮祝福，祝福阮10月找咱阮的教会来进行阮的福长的车派，我们进行阮的幸福小组的报道的时间。主啊，恳求你是阮带领帮助阮，互阮通过阮的学赛。祝你祝福，互一个无信的灵魂，因为阮的关心，因阮的恩传。互因渐渐来明白主，恳求你是阮带领，祝你祝福伫阮圣学院王院长的带领下面，祝你互伊智慧能力伫圣学院的运转的风险中间有智慧来带领，互敬牧者伊也得到孝训，得到进修，互阮的忠实信徒伊也信仰得到提升，互阮用圣经来做阮的主体。互阮会当我靠上帝主你的话，上帝主圣经的话，成做阮的灵命信仰的提升甲祝福，祝福阮的信徒、教会、正教会拢得到主你祝福。恳求你是阮带领听阮祈祷，祝你帮助阮，互阮的所带到的照主你的旨意成就。愿上帝你是阮带领帮助听阮祈祷。是阮听上帝，愿意主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祝愿将阮所听、所徛起的国家台湾交托伫主的手中。恳求你是阮祝福，台湾这国家成做蒙福的国家，互国际拢看起台湾的贡献来看重台湾，注意到台湾伫国际中间的安全的需要。祝你是阮带领帮助阮。固守阮的立法院，互阮的立法院调野的政党中间会当互相尊重，伊喺中间以协调、尊重的面，互好的法案来通过立法委员的审查，互台湾真侪正好的法案也会当通过了后，帮助台湾成做富国利民的国家。祝你祝福阮，祝你知。台湾阁真侪百姓还未听见福音，毋捌上帝主你的救恩。阮10月初6要进行阮教会福长的车派，主你圣神来祝福智慧手术伫阮正福长的身躯顶，同阮的车派这使命会得到，互阮带领阮的团队伫个传福音顶悬，伫关心人的顶悬有份伫阮的服侍，互众人因为阮所传的。所讲的得到主的救恩，愿上帝你的施恩祝福，愿圣经院就你祝福阮，通过王院长的带领，无论伊学院的经济、学院的经营的风险，祝你带领，互这学院成为正教会祝福。恳求你施恩带领，听我祈祷，愿主面前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咱请技术来收奉献。
天父，阮感谢阿拉主，主啊，你看阮哪宝贝，主啊，阮也看到阮家己的无够野，主啊，毋过一人的努力，一人的奉献，用心用出力的尽量来帮助教会一时间的使用。主啊，愿主你也使阮束福即个新德圣经学院，主啊，互因所欠缺拢要得到，搁有剩。阮感谢了主，来纪念阮兄弟姊妹因所有的奉献，有30杯、60杯、100杯伊的祝福。阮感谢了主，基督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祝福切恳。咱同心安尼领受对上帝祝福。我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护圣手，完全的上帝爸囝圣神恩典降临地面，对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要到这线，愿主祝福咱的兄弟。